今天如果我只是把它煮熟来吃，好像有点无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打算来点厉害的，我们来做焗烤龙虾。Yes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煮，加水。 再来把我们的龙虾给放进去啊！它在动，它在动，我怕它整个爆出来了呢。动，动！哦，把它们丢下去，然后一滴眼泪都没流，盖起来。我们大概煮个5分钟差不多啊。 哦，嘎的，哇！再来就是把我们奶油跟乳酪丝给放上去啊，奶油、乳酪丝，再来把我们的微波炉给请出来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餐我搞这么累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看网络上其实也有人会用微波炉下去做，我们就顺便来给他试试看。那我们就先煨个5分钟。感觉好像可以再让它焦一点哎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们先给他试吃一个看看啦。 哦，它这个石猪海味加上一个奶香味啊，好正点。OK 了，各位，那身为厨艺苗苗般的我啊，当然不能只会做焗烤龙虾，我们来进入下一道电磁炉、平底锅，还有我们的生食级干贝。我觉得我今天吃好爽哦。那煎干贝前，我们先把干贝上面的水给吸干。 我看影片上面都会金黄色、焦焦的，而且他还给我缩水，我傻眼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它变得这么小颗？好吃是好吃，但是好像煎得太熟了，估计要大一点买。我们进入 ASMR 的环节。 龙虾好爽哦！
好了，影片就到这边。那今天的海鲜大餐啊，我个人是非常满意我们的龙虾啊，整个鲜味 mix 到我们的奶香味，超爽。至于我们的干贝，给我缩水成这样子，有个不爽。还有，我真的要好好去学一下怎么杀龙虾。刚开始那个杀龙虾吓到我了。如果防疫期间你们在家很无聊，我们就买一只龙虾自己回去慢慢杀。